心酸世事，那你家小姐的年幼，为何如此孝顺啊？夫人，想必小姐初到王家，因什么关妻居不便的缘故啊？因什么关妻居不便？哎呀，孩儿啊，其实你为了家内居在为娘身边，多次牺牲，与为娘亲自召唤，你要好好养些身体是。今晚去为娘动他，娘为了与你谈谈家常的。亲手无常。请夫人小姐，姑爷常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吩咐让小姐亲自查读。孩儿啊，像你刚到娘家，也许这么句书信来了。母亲有言送他的送菜。
的心，就要陪你夫妻生活。是此生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心上平，死在床上的
是女儿的不孝，不亲亲上女儿待
爱情。
最冤情，他为了父母亲将我打成这人，想今生便是父母的自己，离了为转娘家，母女断绝，谁知道这冤情？他不知道我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冤家而去，冤家而为，陪我母女投靠。冤家，冤家，这世界上哪有你？你这样不同情，
我上来了啊！哎呀，使不动了，使不动了！快，拿点来子，快去请啊！我死于逃离。哎呀，这么多关系呀！百姓报复，御犯报复，你是何曾啊？王月令，王月令，好一个王月令！正因我当初爱你才貌，才将你的儿陷害于你，有哪一点亏待了你？怎么？难道连生有母都教不他？养育不教，只怕你当不起这个称呼。畜生！
写不动呀，这是啥个东西啊？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，跟我越来越吓人啊！请你这位造成这种如此之事。看那段情书。不是将会内陆北京。好的，别结果，丞相话去到此被淹没了。好的，别结果，好的，别结果。天菩萨保佑，保佑个别结果是搞不懂，不懂。哦。他们到啥好看？啊，请看过，龙框框到底懂不懂啦？王月令，我看别结果中，你是上了沈家的圈套。即便情书是假，难道这是兵有传，也会是假的不成？必须好的结局，难道是你在传神也丞相好有谱，仔细想想，小家的东西嘛是龙宝广告，有啥个害我，怎么搞上去？老夫你不能做事。小姐参加那天，所以身为
娘是花门浓浓把相思满浓浓把干，如今有个民国弄得是千点八都能到了多娘子。
我
好也问，你恰是何言不语，我相言。